继续来看屏东县的万丹乡，伫18号的下晡，有一个70外岁老乡亲，可能是精神无好，人当下为徛个3楼栽落，砰一声大声，栽伫个1楼的护坪。迄个时阵，拄好有一个议员经过，看到这个老乡亲，搁位护坪顶要跳落来，伊赶紧冲过去，甲接咧甲抱咧。加在两个人拢敢若受到轻伤。议员讲，伊当时一个心肝，就敢若想要救人，所以无想伤济，就冲过咯。这个屏东县议员洪宗基，这个举动，互真侪网友甲真懊恼。你莫动！这个老大人落落到涂骹，冲过去救人的，正是屏东县的议员洪宗基。是对打，有哦，落落来哦遐。代志发生几秒钟前，伊拄经过这个路段，雄雄听到砰一声，伊抬头一个看，有人掉入鱼沙池，这群这个老先生，佫想要继续跳。当下不会去想那么多嘞，因为只想到说尽量不要让他有受伤了，能够救人家就救一下。代志发生伫屏东县的万丹乡，伫18下晡70岁林老先生雄雄为厝内3楼跳落去，掉伫1楼鱼沙池，加在有铁架甲挡掉咧，无啥要紧。但不过伊这款行为已经互厝边隔壁拢惊到啊！我不敢看，要去嘛，我惊婆婆血了，我会惊。伊伫遐要溜了，我就脚就无力，因为我惧高症。这个姓林的老先生，一个人大早期是做线工卫生，可能是因为精神的状况无好。有伊也是稍微也身体无好啦，因为我唔止啊艰苦。阮无法度啦，阮头有法度通去甲照顾，阮嘛是爱有阮的生活。加在老先生甲议员拢轻松尔，无啥要紧，是讲你搁看这个画面。加在有议员洪宗基冲过救人，也若无人恐惊会真严重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